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增加7个本土病例，一个是基础的亲人，一个是新北市的病例，另外宜兰罗东一个电子游乐场5例拢找无感染源。台湾包括今年已经连续5档无受到 WHO 邀请，外交部佮卫生福利部表示会整到最后一刻。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4个境外病例，有3个是5月7日对印度回来的人，迄班印度的班机已经有5个人胃着病。另外，今仔嘛增加7个本土病例，一个是之前胃着病技术厝内底的人，有一个是新北市的本土病例。另外，伫宜兰罗东一个电子游乐场有5例，目前拢找无感染源。全台湾的防疫嘛升级到第2级，那么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总共有11例的案例哈，那4例是境外移入哈，那都从印度新增的7例的本土的案例哈，那1例为1187的哈接触者，目前还是不明感染源的。的一些社区的感染，1202、1208、1209、1210、1211这样的一个群聚，5月7号、8号、9号，那都上这大夜班哈，就是0时到8点的班哈，那上下班都骑摩托车哈。1月03是本国籍60多岁的男性，那也是近期没有出国史。5月4号晚上哈，在金华亭餐厅。那5月6号哈，在下午4点到5点半哈，在来按摩泸州长安店。晚上哈，在大风车婚宴会馆，全国医院及长照机构哈。那我们要延伸到6月8日哈，6月8日除例外情形停止开放、探病及探视集会的指引哈，就升到第2级哈，第二级。那当我们这个时间实施的日期到6月8号，4周观察2个。国内已经有开始传出去的趋势，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中昼嘛临时增加行程，前往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视察，嘛宣布讲防疫升级哦，呼吁民众要认真防疫。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因为出现找无感染源的本土病例，所以为即马开始到6月7日，要停办户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的活动。特别再一次来指挥中心，一方面给全体防疫人员加油打气，同时呼吁国人同胞，大家该收心了，该严谨的面对新起的疫情，务必遵照指挥中心的要求，通通要做到位。同时，我们也呼吁国人同胞要照指挥中心公布的类别，你如果可以打疫苗的，赶快打疫苗。打疫苗也是一个最好的防疫。咱来看 WHO 世界卫生大会5月24日特别开幕，昨暗线上注册报名的时间已经结束。台湾连续5档拢无受到邀请，外交部甲卫生福利部表示会整到最后一刻，只要伫会议开始之前，拢阁会赴。最后若输咱无法度参与哦，卖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是表示，中国上关心台湾人民的健康，也毋过哦，台湾想要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嘛必须要遵守一定原则。外交部，咱的外交部嘛对中国来表达强烈的谴责。WHO 世界卫生大会24开幕，线顶注册报名时间到71止。台湾到即马还无收到邀请函，是毋是会连续5年无法度参加会议呢？卫生福利部表示，进前有会议前1礼拜遭受邀请经验，甲外交部即马目前拢会继续共同努力。若做真正无受邀请，原来会提交抗议函。我在会议前1周才收到，因为我们的情况跟其他会员股不太一样，所以事实上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受邀。卫福部表示，到时阵抗议函会用自日内瓦办事处向世卫组织来提交。卫福部目前也当伫处理相关碎贴资料，将交由外交部设法由友邦提案这个方式来争取参加 WHO。最近国际挺台湾参与的声音不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阁公开要求世卫邀请台湾。中国外交部是批评美国干涉内政，阁讲中国上关心台湾人的健康。事实上，没有谁比我们更加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呢，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外交部在这边严正的重申，相关的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以及国际的认知。台湾人民的健康的人权由我国政府来守护，中国政府无权也没有能力代劳。外交部长吴钊燮伫推特顶悬批评中国的讲法是无体的白贼话，而且拄好显示中共袂当讲的实在话。外交部强调，中国恶意的主动是 WHO 袂当将台湾完整纳入技术性讨论的主要障碍。对这件代志，咱爱强烈谴责。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昨公布讲，有一名20多岁查甫人自 AZ 疫苗了后，才发现讲家己有疝哦。5月初产检哦，腹肚内底囡仔已经9礼拜，也毋过已经无心跳。这嘛是咱国头一个注疫苗落胎的案例。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哦，到底敢是因为注疫苗造成的，该了解。专家嘛建议讲，有疝的查某人哦，是毋通注射。本土疫情扩大，也互民众注射意愿相对提高。指挥中心初10公布新增加一例，好亲像疫苗注射了后严重不良事件。一个20多岁的查某人，伫3月底注 AZ 疫苗第1剂，自进前捌验是毋是有疝，毋过注了后4月中验出有疝。5月初第2遍产检发现红婴仔无心跳，决定引散。这个个案她有怀孕了3次。那本身育有1儿，所以他先前有做过1次的人工流产啊。那不过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啊，就是说 AZ 疫苗跟自然流产啊并没有这些相关。那我们国人哦，就是妇女怀孕啊，就是她的这个一般就可能的流产率是12.8%啊，不分年龄层。这个查某人注 AZ 疫苗了后，就发生头痛、发烧、肌肉痛痛，也甲恶心这种真接看的不良反应，无偌久就好啊。毋过无想到后来发现家己有疝。感染科专家黄立明表示，目前疫苗甲死胎是毋是有相关，真歹判断，需要累积一定的资料量，才会当来分析是毋是有比自然流产率较悬。毋过目前也无建议有疝的负责人来做。因为没有办法看到很巨大的好处。然后他又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我想很多医生是不会建议的。免疫反应通常会让胎儿产生，比如说生长的比较慢啊，或者产生早产，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状况。这是国内头一个注疫苗了后，好亲像产生不良反应引散的案例。指挥中心表示，其他国家目前无看到相关性，因果关系也犹太查清楚。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注射了后不良事件累计是438例，包括着410例毋是严重不良事件，28件严重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拄啊伫面册铺文表示讲，台北市的防疫要升级哦，病院探病、毕业旅行、老人共餐等活动拢先停止，各种会客防疫卖升级。再来看民进党议员洪建义昨伫议会质询台北市长郭文地，问讲市长的医生某敢有注疫苗啊？市长是讲哦，伊的太太搁等看敢搁有较好的疫苗。市议员是批评讲这款的心态毋对。后来陈佩琪嘛伫面册请讲，蔡总统敢有注疫苗啊吗？今仔洪建义嘛讲哦，总统注疫苗是国安战机的代志，毋是市议员的管区。也毋过伊讲伊家己下晡就会去注，望讲市长夫人嘛赶紧去注疫苗。请问市长，你本身打了没有？打了。民进党议员洪建义伫议会质询台北市医护人员目前注疫苗的比例，伊问台北市长郭文哲，伊的看守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医师陈培基敢有去注疫苗？那陈佩琪医师打了没有？为什么他没打？他也是台北市的医师，你们不是在鼓励医事人员先打吗？是这样的哦，大家看有没有更好的疫苗？再看有没有更好的，就是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拢变成说我要等好的疫苗。面对洪建义的质疑，陈培基是真不满伫面册批评，讲市议员敢会当伫议会安尼公开批评基层医师无注疫苗，或者是要求着爱注倒一款疫苗。陈培基阁问洪建义，敢讲蔡英文总统就注 AZ 疫苗？针对陈培基的发言，郭文哲只是笑笑无回应。先生，会觉得议员质疑基层医师打疫苗是有点权力无限上纲吗？不好意思。然后我们
洪建义表示，蔡总统讲有注疫苗是国安的问题，毋是市议员会当管的。不过洪建义佫讲，伊今仔日下晡就会去注疫苗，佫呼吁单飞机也会赶紧去注。我今天下午就会约北医去打。那我也希望我在打的同时，因为我每天接触的人这么多，那也希望柯市长已经打了，那佩奇医师要不要来共襄盛举，一起打吧？因为毕竟你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当中的资产。那既然有 A、B、C， 然后依照个人体质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不同，大家本来就可以自由去选择，所以不应该强迫的方式来做推销啊。甲郭文哲关系袂歹的议员施立信也出面斗讲话，希望疫苗议题会当以公共卫生的角度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将伫第4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移动印时时来发表演说，这是蔡总统第2遍受到邀请。蔡总统讲，威权的国家野心大，区域安全受到威胁，民主的价值嘛受到威胁。全球的民主国家都爱团结合作，做伙来守护自由、法治、人权，加共同的价值，来确保区域安全甲稳定。Our government is fully aware of the threats to regional security and is actively enhancing our national defense capabilities to protect our democracy. In addition, Taiwan is working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to ensure safe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Let me assure you tha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part. Neither external aggression nor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can weaken the resilience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 But all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must remain vigilant and united. 蔡总统嘛讲，有一寡政权想要掌握资源，控制其他国家，所以大家嘛爱合作，维护全世界经济袂去受到影响。蔡总统嘛讲世界卫生大会 WHO 甲其他国际论坛，长期排除咱台湾，互台湾无法度参与国际社会，分享咱台湾的经验。就算是安尼台湾正做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台湾同款会出力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国家。来看咱高中南美洲邦交国洪都拉斯宣布，讲要透过2018年甲咱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来向中国买新冠疫苗，因为洪都拉斯是咱台湾目前15个邦交国之一咯。大家拢真烦恼讲洪都拉斯甲咱国的邦交敢会危机哦？外交部是表示会密切观察。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各国拢在抢疫苗。咱中南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卫生部透过推特表示，萨尔瓦多会甲因斗3天为中国买疫苗，洪都拉斯会尽各种可能为人民付出一切买疫苗。嘛，因为萨尔瓦多伫3年前甲台湾断交，转甲中国友好，洪都拉斯这个举动，敢是甲台湾的邦交出现考验。疫苗的取得是一个人道的议题，它攸关洪都拉斯人民的一个健康跟一个生命的安全，不应该被沦为政治操作的一个工具。我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隐含附带的方式来提供疫苗，作为破坏台湾跟洪都拉斯邦谊的一个手段。洪都拉斯是目前台湾剩15个邦交国之一，中南美洲嘛是台湾邦交国上侪地区。中国做出新冠疫苗了后，佮积极展开疫苗外交，送予中南美洲11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佮有秘鲁等等。但是甲台湾邦交的国家拢无收到。面对紧张的疫情，佮互人烦恼外交对立有紧迫，朝野立委正面看待。洪都拉斯用了一个比较体贴的方式，透过第3国向中国买疫苗，我们也可以正面的、善意的来解释这样的状况。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所以我们的友邦洪都拉斯，不管它跟任何的国家去采购有效的疫苗，我觉得都是好事情。我们不要用黑跟白友邦跟背叛的这种逻辑思维来看待。台湾甲洪都拉斯建交80周年，4月初9，总统蔡英文特别录影片祝福，伊强调两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伫洪都拉斯向中国买疫苗进程，蔡总统的话各有特别意义。我们也期待未来跟洪都拉斯继续深化伙伴关系。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印度已经个继续滚价，目前胃着病人数已经差不多是咱台湾的总人口了。即马嘛传出讲遗体伤过济，火葬场无法度处理，遗体就直接等入去恒河。因为以前印度的经济嘛受到正大的冲击。印度第三大城伫南部的卡纳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罗尔，人口超过1100万，目前超过30万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持续升悬。街路四界拢会当看到小大体的景象。当地已经宣布5月7日至24全面封锁，违反禁令的民众所骑的机车当场去警方没收。一寡为外地来的移工，赶紧伫封锁前坐车返去家乡。也过有可能致使到这个感染源不断扩大。班加罗尔，互人讲是印度的四股，是印度主要的 IT 产业大城，以外包跨国公司软体设计加技术服务为主。不过，随着疫情伫当地大爆发，已经对印度经济产值造成冲击。尽管是印度相对有较好嘅所在，不过班加罗尔同款面临呼吸器加酸素供应欠缺的危机。一寡病患必须3人同齐用一个呼吸器，当然疫苗的剂量也严重不足。To an extent, there is a failure. It should have been more rigorous vaccination. It does not happen. There seems to be severe shortage of vaccine. 若是印度经济的大城镇孟买。当地疫情也真严重，热心的便当外送员唔惊互人感染到的风险，替伫病院外口等待患者免费送餐，希望会当尽家己的力量。印度媒体伫7日指出，印度东部的恒河边啊，看到30外区大体，好亲像已经伫河中差不多流4天啊。居民是烦恼，这是毋是未赴火化的新冠病情死亡的人，也需要等待验尸确认。不过，印度总理莫迪到即马也唔肯宣布全国封锁，敢若地方政府各人做各人的。美国传染病学权威佛奇也呼吁莫迪必须赶紧宣布全国强制封锁2礼拜至4礼拜，要加速注疫苗，无则印度疫情会影响到全球，包括到衫、医药、金融服务，也甲运输人力这产业的正常运作。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马来西亚疫情嘛愈传愈厉害哦，昨增加3807人胃着病，目前嘛已经有44万外例。因为变种病毒真高传，马来西亚首相就宣布讲6月7日之前全国封锁哦。本地5月12日穆斯林的开斋节庆祝活动，伫外地工作穆斯林即马只当透过网络甲亲人做伙庆祝咯。伫高速公路顶头设管制站，车牌甲路长。全部拢是要入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因为疫情扩大，伫7日一天就新增加3807例确诊。马来西亚首相尤姆丁伫7月宣布，10月开始实施全国的行动管制令。当地民众就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薪水有时多有时少，而且已经真久无回去厝看爸母。Kapal pula barang-barang lagi mahal. Pasal raya pun satu hal jugalah. Ni dah nak dekat 2 tahun lah tak balik raya, tak boleh jumpa mak bapak. So of course lah dia terkesan lah kat di. You know, seeing that there's a big spike in new variants, I also understand. And you know, if we tone down our celebrations this year, then you know, if it helps keep the virus at bay, that's okay with me. 伫行动管制令期间，禁止所有的社交聚会、学校停课，所有的餐厅禁止一个店内食，只敢人早走或者是外送，也禁止跨州关的移动，只有紧急医疗、工作加自有phòng車等进行例外。伊斯蘭教會開齋節活動會自12日開始，一般伫即天穆斯林結束在假期會互相拜訪親友，大家攬做伙。也毋過伫馬來西亞工作的印尼僑民。受到封鎖令的影響，無法度返去厝的，只有用手機視訊，甲厝內人分享開齋節的早頓。I really want to eat together, but the time is different. It's just not the same with the real context or the real feeling where I can see them directly and I can talk to them directly. 因為疫情的限制，國家上全國封鎖，互返去厝的路真困難。也好加在有新科技，互穆斯林雖然無法度返去厝的，也能看到家人。
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看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又个传出劳资争议哦，员工不满资方直接向各甲员工洗头路，甚至甲工会会员转调单位，今仔开始罢工。劳动部是呼吁资方应该赶紧出面甲劳工来协调，确保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场务人员，不定期契约，不宜低于50人。公司如果要解雇，必须经过跟工会协商，工会同意，不然不得随便解雇会员，确保工作权。罢工现场就是做一定的了解。那后续的部分大概我们劳工局的部分就是会尽量让他们双方就是看安排他们双方尽速协商啊。美丽华工会增加资方第18次政府劳资协解哦，工会是指控资方甲工会会员转调3间分公司，甲理事长王文静、吴文静等会员洗头路，想要来消灭工会，了解后来破局，今仔开始工会发起罢工，要为因家己来争取权益。再来看劳工职灾保险法第4月底通过，认定爱成立财团法人职灾预防重建中心。劳动部嘛先委托台师大办理职灾劳工中缓职场服务管理中心哦，邀请中油、台电佮台大病院来参加试办的计划，希望会使找出互职灾的劳工哦，会使中缓职场的办法。配合劳工职灾保险法通过，劳动部委托台师大成立的职灾劳工中回职场服务管理中心，第10日正式揭牌。那主要是整合的改善我国现行职灾劳工重建服务，来建立本土化的这个职灾劳工服务标准流程及相关的服务指引，并在全国增加各地的服务据点。服务中心成立，也代表生活内底明定爱成立的财团法人职灾预防重建中心最好热心。而且为了让雇主参与重建服务，所以伫试办计划中，也阁邀集台电、中油，也甲台大病院参与推动。那么在过去10年，我们发生职灾，劳工因为必须要去做养伤等等，再回到职场，大概是96天。那更重要的是，他回到职场之后，心理上有没有受到创伤？好，雇主的部分，然后我们会协助他们的不幸发生职灾的劳工，好，让他们从发生职灾一直到回去原来的工作，好，这整个过程服务过程的一个这个协助。那至于在台大医院的部分，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再从医疗端好扩大院内各科好医疗职灾劳工的医疗通报，强化劳雇双方的连结。搁加入台大病院的职业伤病医治、院内通报、加转介服务，期待会当促使到雇主协助职灾劳工会当重回职场，让社会的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政府陆续冇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毋过最近台北市联合病院传出讲对车育婴假、佮有产假的员工扣奖金哦，早起到员工去台北市政府抗议，嘛向劳动局提出申诉。有票语画口号，早起台北市联谊工会成员来到台北市政府前，控诉台北市联谊长期违反着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母性保护原则。那组员工请生理假、家庭照顾假、产假、陪产假，每个月发放差不多3000块的绩效奖金，拢会依照请假时数比例来扣钱。那组是请育婴假，也佫会互扣年终。可能我这个月工作了20天，但是我中间可能请了2天的家庭照顾假，那我就会从2/30这样去扣我的比例。市政府口口声声说我们要性别平等，但是呢，对于照顾家庭或者是自己生理的部分，联谊也没有给予相当平等的对待。前辈就有先跟我们偷偷讲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怀孕的话就一定是最高就只能够达到乙等，至少有少个1-2万吧。工会表示。根据联谊的规范，当年度连续任职6个月以上，12月31也在职的员工才会当领年终考核奖金。若做员工请育婴假超过半年，也是拄好12月31当日请育婴假，年终考核奖金1仙钱嘛领无。若是请半年以下，年终考核奖金是以一定发放，等于是变相处罚。所以正式向台北市劳动局提出申诉书。我
我想这个个案的事实还需要去做了解跟调查，那我们会把相关资料收集完了之后，送进我们的信评会里面，由里面的委员来去做一个判断。1月31以前在职，那12月31号他也在，他连续有服务6个月以上，他才有被打这个考绩或考核。好，所以这个是跟请什么假没有什么关系。台北市联医强调，对申请育婴、产假、陪产假、生理假这个员工无不利的态务，若做有个案的情形，会当随时反映，拢会立刻处理。每一季拢会安排总院长加工会理监事座谈，各院区完后有同仁有约说明会，提供多元管道，甲同仁建立良性沟通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台湾的同志会使结婚哦，那存真进步，也毋过有同志团体就指出，一寡跨性别人伫公司嘛是定定受到歧视，甚至找头路嘛真困难哦。生活中嘛拄着白纸的问题，咱做回来了解。以女性身份生活2年，跨性别者 Alice 平常时伫外口拢用女性的便所，有一届去一间公司面试，煞互人要求讲要去便所袂使伫咧即站，爱去1楼的大厅。这就好像电影《关键少数》里面，美国1960年代黑人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得跑到隔壁大楼才有黑人专用的厕所可以上。但是同样离谱的事情，到今天却依然发生在跨性别身上。敢若是心理的需要，因为跨性别的身份互人歧视。Alice 讲，入去工课了后，状况无改变，而且真侪公司规定制服敢若查甫甲查某这2款，阁有同事甲客户毋知安怎甲因叫。同志咨询热线指出，真侪跨性别者会选择吞忍，因为要找头路，尤其是理想的头路，真无简单。很多时候可能在面试求职，就因为他的外表的装扮跟他证件性别不符，可能就是面试就不会有下文。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简单，就是其实你不知道，你就直接问他就可以，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说，请问你怎么称呼？对，那他就会告诉你他希望怎么被称呼。民进党立委范云指出，台湾咧讲一场性别的优先，过去重点是女性甲同志。透过热线即届提出跨性别者伫一场的烦恼，大家会当看到需要，所落来会要求相关部会推动，亲像去找头路的时阵，文件无一定爱有性别栏，甲性别优先便所修法放入去建筑相关法规。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桃园市连续发生几啊件警察执勤产生的争议哦，有市员就质疑讲，警察执勤的教育、佮有飞机的处理，敢需要改进的。毛民众是讲，因真烦恼，警察的士气会受到影响，对治安哦会有无好的影响哦。桃园市警察局是表示，因会拢来检讨。继续顶个月底，中立分局县级警员搬查细检技术家。顶日，阁有桃园分局县庄警员卡奉告着伤，将对方告上法院。桃园市连续发生警员执勤争议，也阁有网友将2个人的相片合成制作桃园正经理下图，伫网络咧传。有市议员质疑执勤教育甲危机处理，敢是需要检讨。不要造成警民之间的对立，把桃园市的警察，你看。桃园市警察形象就这样子被网络黑化了。我希望你们做一个他们整体的他们的教育，然后整个一个观念的一个提升。也有民众烦恼，警察士气互打击，会对治安造成不好影响。如果说经过这个事件士气打迷了，这个警察可能就不会想要出来盘查，这样对我们的治安可能就是会有很大的影响。警察局长陈国进表示，县级县庄警员拢是认真的警察，主动稽查、勇敢做代志，这点互因肯定。也毋过因为执勤机卡态度引起争议，这个部分会检讨，会针对这款机卡甲态度等进行执勤教育。公务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同仁也能够兼顾维护治安及保障人权。市长郑文灿也讲，少年警察积极度真有够，县级警员认真到执法地区去盘查，敢是有难关欠期，即马由桃园地检署侦办中。县庄警员是咧处理车祸了后，发现车塌着主动处理，也希望将问题厘清。佮强调保护人民权益，甲警察执法尊严参宽限，需要平衡。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有3座本色文化场，特当的3月份开始到5月底会停工来维修哦。其中一座文山文化场5月初1到初9停工，囤加侪本色，都民众反映讲哦，环境真臭。台中市环保局是表示，另外2座文化场会先来支援，本色伫6月底之前会使全部拢处理好势。怪兽将堆起来，敢若山的粪扫，尽量往顶悬来塌。下骹的山鸟嘛，尽量清出空间，互山落来粪扫会使暂时放伫遮。因为拄着焚化厂税收，每一寸空间拢必须要好好利用。把它推到上面来，然后呢，怪手就会把它调度到我们的上面这边，尽量减少那个空间。台中市的3座焚化厂，每年3月到5月拢爱进行税收，其中文山厂是4月底到5月底，加上为5月1号到9号是文山厂3个路全部停止状况，逐工收来粪扫，就只会使暂时放伫暂置场，一直到11号已经有2020栋。不过当地居民真不满，因为对着环境冲击袂细。不一定的嘞，那烧物件不一定的嘞。他不要在这边再设那个焚化炉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设在那边？他会说中火怎么样怎么污染到空气怎样？难道我们不是人吗？里长表示，文山里因为外来人口增加，已经来到14000外人，是南屯区的上大里。不过长久以来，甲文山焚化厂做厝边，空污的状况真严重。而台中市环保局表示，10号开始，文山厂逐工上大的气化量是400吨，卖调度另外2个厂来支援。6月底之前呐，好，那当然我们会看2个厂，乌日跟后里2个厂的储坑状况哈，他们下降的快，那我们就会调度的多一点过去，那这边就可以提早来完成。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目前台中市3个焚化厂，逐工上大处理量是2200吨，其中文山焚化厂嘛正在进行太古瓦新，预算伫113年底完成整建，互气化量恢复到900吨。目前暂时放伫遮粪扫，嘛将伫税收完成了后，预算伫6月底处理完成。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最近整顿市容，开始拆除路边的广告扛棒。工务处表示，只要有占用到道路权的扛棒，拢会甲伊拆掉，会先暂时放伫一个统一的地点通知业者会使来退回去。云林县真济乡镇的主要干道边，调广告业者树立看板阻挡视线，恐惊造成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但过去云县府因为财政困难，真歹落实养护拆除作业，但为近期开始。工务处将进行主要干道的看板拆除作业。就真的只是安全性的话，因为就是说一个店家打广告的方式也不一定就是就只有放一个很大的扛棒啊。云县府工务处表示，县府去年投入4.5亿，翻修55公里的管道，但却发现广告的看板嘛一件一件增加。近期工务处加强巡逻，只要侵占道路权，拢会来拆除。到目前为止，已经拆除将近20名。只要民众通报，或者是我们内部巡查反映我们就会派工来把它拆除掉。那原则上，我们通知原有的那个违法设置大型刊物的公司我们通知他来领回这个拆除的资材工务处就讲，原来若是要在道路边设立大型的看板，以原来广告部的管理自治条例，需要经过主管机关工务处同意。目前每日拢会安排巡逻，先于高速公路卡的交流道边，和高铁另外道路优先的拆除，还有业者莫阁设立违规的广告物。记者为你报道。少年人口外流的危机嘛出现伫6都的高雄最近统计就发现讲，高雄15岁到39岁的人口比总人口数的减少更愈厉害，真侪少年人拢出外去打拼。高雄市政府表示讲，已经加强招商，希望会使来改变高雄生涯的结果，甲少年人留伫高雄。迎接出世的囡仔，有爸母选伫1月初1生囝，不过突然之间出世的婴仔也愈来愈少。囝生少，真做是国安危机，也变做高雄严重的问题。高雄人口直直流失，市府统计到4月底，高雄市的人口数276万，按算5月底会阁愈少，创10冬以来上低。可能就是没有新的产业吧，条件跟就业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民众认为高雄长期以来产业无发达，工作机会佫少，扼留着人才。另外，民代也发现，15岁到39岁人口减少16000多人，比同时期总人口数减少的状况佫较严重。青年外的人口数，它减少的速度居然比总人口数减少还多，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产业转型不利，然后呢，招商引资的工作做得不好。市府表示，今年1月份到4月份，社会增加人口减8103人，其中7851人是因为疫情无法度返来台湾，或别离耍出去的人。高雄人口负成长的趋势会愈来愈鲜明，除了是因为囝生少，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是主要的原因。减少这个部分，我们累计起来是大概8100多人，但是含在国外没回来就7900多人，所以其实我们高雄市社会减少的部分其实不多了。目前高雄的人口数伫6都内底是排第3，市府按算拍拼招商，唔望改变产业的结果，也要用大量的社会主体去引民众带落来。另外，也会配合中央的生育政策，望讲通提升人口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吉安乡最近传出讲农地冒出现一寡奶枝草青布啊，有农民去接触到产生过敏，互送到病院急救。防疫所是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用手去摸哦，才袂造成过敏。伫花莲吉安乡中原路一块无伫咧使用的土地，附近的民众拢会闻到臭味。详细看，林荫树顶头有真侪草青菇啊，数量愈来愈多，喷杀虫剂也无效。不知道为什么越生越多，然后它又没有天敌呀，就没有办法。会不会很头痛？很头痛啊！每次要开车之前都要先检查，然后衣服也不敢晒在外面。有人也阁用手去抓，掩过路边就不好这种草青菇的只喷到边，愈白愈痒，要过敏送病院急救。啊，甲臭啊，佫会加人的咧。哦，我刚去哦，用着目睭哦加一个，阮去看迄个眼科咧。系啊，很严重迄个啊。根据动植物防疫所的统计，以前草青菇啊伫咧花莲无多，掩过今年5月到即马，已经接到几落件民众报案讲有发现这种虫，想要知影倒一个单位会当斗相共。我们接到民众的通报地点之后，我们会去了解那个土地的状况，是公有地还是私有地？那公有地的权管单位是谁？我们就会来通知那个土地权管单位来进行一些的防治。因为草青菇仔虫上讲是伫咧无患子科的树啊，所以一般拢出现伫咧林荫、奶枝或者是台湾栾树。伊的天敌是专门食伊的卵的一种蜂，叫做平腹小蜂。掩过花莲目前无引进，只有是靠药化来防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关仔岭上出名的水花洞，最近因为开花已经有300多年，有水有花特殊景观哦。即马嘛只剩花咯，水量要打去咯。气不断的对水体走出来，但是因为水位低，水中有火的景观是已经看袂到。敢若春火也搁咧烧。台南关仔岭知名的景点水火动员，因为西半部拢无降雨，欠水的影响，顶游拢无水入去源头，水火动员的水是渐渐啊打去。火会较冻水啊，对水无快啊，正算到对个输放喷火出来啊，无对水扑出来啊。所以讲之前慢慢看过安尼了，对吧？较早是对水扑出来。有雨季来的话，就是每天都满水位。这都没有水的，就是比较小，水流量比较小，出水量比较小。月初的收泡梅雨，因为降雨无够，雨水是有限，唔但影响景观，嘛影响台南沿海群养沙巴鱼、白虾的养殖户。欠水造成水质变歹，生长的状况无好，甚至因为水少，无法度放搁较侪虾苗，渔民连成本拢赚袂回来，产量嘛对咧跌。降雨量不足，造成我们的水池的鱼温的水位比较低，所以变成这样子，在鱼虾它的生长空间比较不足，所以造成它的成长速度跟它的存活率都相对降低很多。不过白虾少，价钱嘛无因此变悬。因为进口的虾仔变济，过去一台斤会当卖140块，今年敢若剩下100块左右。最近全台气温是偏悬，就算进入梅雨季，但是嘛真难有明显的降雨。对于中南部的欠水旱象，短时间内恐惊是无法度舒缓。记者郑宏大报道。卫生福利部上新的统计，109年儿童虐待通报案件有83000多件，比108年增加1成哦。平均7分钟都有一个囡仔互通报讲虐待，其中性虐待就占3成。
顶个月初八南投发生3岁双胞胎的小弟，因为驶着无法度控制，互爸母拍架重伤死亡。昨嘛伫新北市也发生4个月大的查甫兄仔，甲啉酒加毒的老爸责任大做伙，昨嘛身体脱水发火，敢若是互人咬死。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最近3年来，儿童虐待的通报案件一年增加。伫去年109年，通报案件有83000多件，比前一年增加1万件。也就是讲，平均是7分钟到8分钟，就一个囡仔被通报虐待或者是疏忽。各界很关心，说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的儿少受到不当对待有增加？从这个数据上看起来是有。进一步分析去年虐待儿童的通报形态，上侪是性虐待占3成，包括伫厝内加厝外，两个囡仔或者是未成年合意性交。过来就是身体虐待，包括不当管教，占2成4，也有照顾上的疏失，譬如讲，互囡仔伫咧厝外拉拉嗦，有将近1成。疏于照顾有很多面向，包括一般的食衣住行，那包括有没有上学，包括有没有好好就医，应该治疗的疾病就要治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疏忽的一环。卫福部讲，细汉的囡仔较无法度家己保护家己，或者是要求斗相共。若是爸母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失去理智时阵，就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所以今年将会强化社会安全网，强化医疗体系甲公卫社福体系的连结，也伫咧社区培训防暴宣讲师，协助受虐待的囡仔甲因的家庭复原，降低儿童少年搁再受到不当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媒体甲民间团体做伙调查，发现讲市面上一寡强调成长配方的牛奶粉哦，有的是掺伤蔗糖，有的牛奶的成分是真少哦。食药署嘛表示讲，会伫6月份来开专家会议，讨论要安怎来处理。红衣仔一回进前，以母奶或者是配方奶为主；一回以后，会当开始食正常的食物。一寡妈妈也是会选择连接母奶或者是配方奶的成长配方奶粉。也毋过民间团体发现，一寡成长的配方含糖量伤悬，有一寡甚至含牛奶的量真少。它添加的这个东西呢，是有玉米糖浆甜的精制糖，那是不是就类似含糖饮料的概念呢？唔通想讲外观亲像奶粉，啉落都是奶品。医师提醒，一岁以上会当唔免阁啉成长配方，或者是成长配方奶粉。有一些他之前是喝母奶的宝宝，可能在到了1岁以上，也会迫于这个长辈的压力啊，或是这个社会的一些舆论啊，他觉得说要所谓的衔接母乳，所以他又去选择了不需要的这个成长配方。所以还是很想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就是1岁以上的孩子就让他正常的饮食吧。目前，这种的成长配方加成长配方奶粉，无属有1岁进前婴幼儿补充营养品，也无属有6大类食品的奶品，是方算作是一般的食品。食药署强调，6月初会调集专家学者来开会，来讨论相关的配套。婴儿及较大婴儿食品的部分，这部分我们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成长配方食品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这个产品，目前就是被归类为属于一般食品类。国内生育率低，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爱重视红婴仔食的安全，唔通干那提供正确的卫教资讯，嘛爱明确来规范成长配方或者是成长配方奶粉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65岁以上的老大人占了2成。最近台东县的地上乡成立头一个多元照顾中心，今年年底之前佫会成立2个中心望讲互偏乡的老大人拢会使有长照的服务。偏乡长照目前伫台东县的各乡镇普遍有设立日托型老人照顾据点，也毋过对需要医疗加失智照顾的服务欠缺。只不过台东县有22.84%高比例老人人口的地上乡，即摆有设立一座整合个案管理、居家照顾也甲医师服务多元照顾的长照中心。还有就是他的动力比较强，比如说他想要更加恢复他的体能的个案，那我们就建议他进来。台东县第一座多元长照中心由便宜将长照 ABC 据点功能整合做伙，而且设备功能完善，提供在地老大人在地老化、在地接受照顾，唔免搁四界走，老大人搁较愿意出来行动。我们会找时间，一定会。呢，他可以照顾失智老人，可以整天在这边，
那也可以有一些老人白天送来，晚上送回去。那如果说他的家人有事要外出，也可以在这边留宿3天。台东县卫生局表示，台东的地形会搁长，有真侪经济弱势老大人，这种在地多元长照中心会当照顾更加侪需要老大人。今年甲明年陆续原来会伫成功南回地区设立这种多元长照中心，而且会搁加入失智老人，为体检医疗到照顾完整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彭哥公司伫今年初公布讲要找一寡台语认证的工程师，望讲要来训练思虑讲台语嘛会通哦。也毋过专家是讲台语上困难的就是变调甲地方的腔口，要训练思虑会晓讲台语，可能无遐尼简单。Hey Siri， 你会说台语吗？你咧讲啥物？我听阿毛。即摆彭哥基金助理 Siri 小姐台语讲无啥认同，毋过未来要用台语请伊倒找路、报天气、写备网络等等，应该拢无问题。今年1月份，彭哥公司伫咧官方网站宣布，请日本约克哈马团队找会晓台语的工程师，要训练 Siri 讲台语，提供更较在地化的服务。毋过要建立一套周全的 AI 语音助理系统，对腔口差、声音甲文字的辨识能力，也有大量数类资料库的建制，拢爱精进。语音辨识系统的词汇大概是1万到100万之间的词汇，根据现在网络上的资料，然后找出一般台湾的使用者最常用的词汇来做收集。那比方说英文，我们大概都会用10万到100万，那中文可能就差不多10万个词汇。其他语言较无相对复杂的变调的状况，所以你若无用句来输入的时阵，电脑伊所接收到，那假使拢是词，伊无法度去分辨讲一般讲台语的人，伊咧讲规句迄个声调状况，伊无法度分辨。人的体内有70%拢是水分，水分补充量有够，才会当维持身体机能的稳定。做台语配音超过10年，也捌录过台语语音助理的叶小姐表示，录这种语料声音的稳定性真重要。毋过替换思虑甲寻求的空间较少。伊无爱你有啥物情绪，伊嘛无爱，伊嘛袂当讲你去调整伊的内容，你爱照还照念。所以讲你袂使加啥物连接词啦，是讲你有啥物去改伊的顺序，所以念起来较碍叫。即摆 Siri 小姐有21种的语言服务 ，Google 助理小姐有超过30种，毋过拢要无台语。语音工程师表示，对收集录音档到初步建制完成，爱几若个月，后台嘛佫爱定期升级，增加新的思虑，提升判读的精准度，才通有佫较优质的服务。记者阿明金郑派文林福凯台北报道。最近地中海出现一只找无路的海鸥，科学家认为讲应该是因为气候暖化、北极冰氧气环境改变，海鸥才会行唔到路，甲东坡四线。Oh my goodness, that's a dolphin. 大家就是海猪，其实是海鸥，是小水晶的幼婴。礼拜一到，唔知为什么受入去泰晤士河，最后掉伫咧伦敦西南边一个水门的通道。救援人员发现了，先甲伊喷水补偿。尾啊天愈来愈暗，看的人愈来愈多，救援人员决定用救生船甲伊斗3工，包括皇家救生艇协会、消防队甲海军的人员拢来斗3工。一只细只海鸥可能是惊到，身躯微流一定害。救援人员是五飞半步，这架救生船潜伫咧伊的身体下骹，上去了，甲伊搭起来，搁再用救生船甲伊送去安全的所在。规个过程是无4点外钟，民众看了真唔甘。Although it's very exciting, it's still very upsetting. 另外，伫地中海有一只同款行着路的两栖海鸥小灰鲸，伫法国南部的海峡被发现，离伫咧太平洋的自然栖地真远。科学家讲，有可能是全球暖化、北极的冰氧气、太平洋甲大西洋之间的通道变较侪条，伊行唔着方向。科学家讲，这只差不多两栖灰鲸是自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搁再沿着摩洛哥沿岸伫咧游，经过意大利海峡了，搁到法国的南部。即马以一天80到90公里的速度，驶向西班牙沿海地区，敢若是伫咧找出口。伊北河希望低调的好加在家己走出来，毋过伫咧地中海找无食的愈来愈散。
On peut espérer qu'elle sorte de la Méditerranée par le détroit de Gibraltar d'ici quelques jours et on verra si d'autres structures comme la nôtre ou d'autres scientifiques l'observent dans d'autres zones, on pourra. 这只火箭扫落来，只要会当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闪过来来往往的船，就有机会走离地中海，坐到登去厝的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也在下晡3点，咱再会。